帖撒罗尼迦前书第1章，保罗西略提摩太写批互帖撒罗尼迦特别上帝甲主耶稣基督内的教会，愿恩惠平安归互恁。愿为恁众人常常感谢上帝，祈祷的时阵提到恁，伫上帝阮的爸面前，无停会纪念恁，因为信心所做的功夫，因为疼心所受的劳苦，因为仰望阮的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吞忍，受上帝所疼的兄弟啊！我知影恁是受拣选的，因为阮的福音传到恁迄位，毋但那是在伫言语，也在伫权能甲圣灵，佮充足的信心，拄拄亲像恁知影阮伫恁迄位为恁的缘故是怎样做人，并且恁伫大患难的中间，得到圣灵所赐的喜乐，领受真道，就效法阮，也效法主，甚至恁做马其顿甲阿该亚所有信主的人的模样，因为主的道对恁迄位已经传扬出来，恁向上帝的信心不但伫马其顿甲阿该亚，就是伫逐位也拢传开，所以毋免阮讲什么话，因为因家己已经报明，阮是怎样进到恁迄位，恁是怎样离弃偶像，归向上帝，要服侍迄个各真各活的上帝，听候伊的囝对天降临，就是伊对死来国外迄位救阮脱离将来受气的耶稣。